各位家人们平安，平安。好了，那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来一同赞美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找更多人，可以自由的去走走。很高兴好久不认识的人，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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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很高兴我们一起能够敬拜。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来赞美我们的主。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在于你，温柔而坚定的唱。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在于你，生命，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在于你，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好，当我们等一下从头开始唱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歌不是有生命、力量或是盼望吗？邀请大家等一下呢，可以将这个名字能够替换成你的祷告，替换成你的感谢，就用这首歌。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归荣耀给我们的主，对吗？好，那我们一起来享受在这个敬拜里面。在于你喜乐，在于你主平安，在于你主敬拜，在于你主，在于你，在于你平安，在于你主喜乐，在于你主平安，在于你主，在于你，在于你喜顺，在于你主喜乐，在于你主平安，在于你主，在于你，在于你，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
们的神。这是我们的赞美，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让我们唱第二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的主，我赞美你的一切，充满意义，真高兴，因你时刻都与我同在。你赋予我的价值是一生，为你所有，当别人软弱缺乏，我伸出双手赞美你，是我被造的意义。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以前存在。要你触摸我，将我的灵魂在深处，种出了轻快的歌曲，每秒旋律要唱给你听。我赞美那一切都是为了我，赞美既然死了，却从死里复活。赞美听见万民的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赞美那一切都是为了我，赞美既然死了，却从死里复活。赞美听见万民的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让我们从头再唱一遍。我的主，我赞美你的一切，充满意义，真高兴，因你时刻都与我同在。你赋予我的价值牺牲，为你所有，当别人软弱缺乏，我伸出双手赞美你，是我被造的意义。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以前存在。当你触摸我，将我的灵魂最深处，唱出了轻快的歌曲，美妙旋律。好，你们来唱后面，唱后面。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是我被造的意义，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先存在。当你触摸我，将我的灵魂最深处，成了轻快的歌曲，美妙旋律。换你们先，我赞美你，创造一切都是为了我，既然死了，却从死里复活。听见万民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都是为了我，既然死了，却从死里复活。听见万民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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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哎呀！我们将我们的掌声、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欢呼，全部都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我的神，我赞美你。我们大声的击掌，我们要来献给我们的神。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敬拜你，乃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你的爱使我们完全能够站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敬拜。听见你温柔声音，挪去我所有恐惧，黑暗中你呼唤我走向你，敞开我心。过去我不问有你，如今却亲眼见你，我决定
在我身旁，没离开过，不停守候着我。你无尽的爱拥抱我，虽跌倒软弱，仍爱我，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释放我自由。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却亲眼见你。我决定不再依靠我自己，一生只为你。在我身旁，没离开我，不停守候着我。你无尽的爱拥抱我，虽跌倒软弱，仍爱我，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释放我自由。你牺牲的爱，你牺牲的爱拯救我，用灵魂诉说，不放手，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你是全所有。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邀请你在现在，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为了自己来祷告。不论你现在站在这边，你觉得你有多么不配，你觉得你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多么大的困境，或者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多么破碎的人，但是站在这里，今天神要跟你讲说，不论你是多么不完全，他都要用无尽的爱爱你，使你得到完整。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到主的面前，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总是先爱我们。主耶稣，你的完整的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不足，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破碎当中，主耶稣，我们都得到完全。主耶稣，谢谢你无尽的爱，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站在这里。主耶稣，不要我们的口，他们的手要我们的全心来敬拜主你。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要继续来唱，主耶稣，你无尽的爱。你无尽的爱拥抱我，虽跌倒软弱，仍爱我，在你眼中看见全新的我，释放我自由。是的，主的爱要使你得到全新的你自己。我们要继续来敬拜。拯救我，有灵魂诉说，不放手，在你眼中看见全新的我，你是全所有。And the place where you call, I worship you, Lord. Wherever I am, I give you my praise. And the place where you call, I worship you, Lord. Wherever I am, worship you. 主啊，我们今天要用一首虽然是旧的歌，但是我们要用新的方式
我们要用新的，也许我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我们要尝试来敬拜你。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敬拜你的心都是单纯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的。让我们一起从头来唱，我们先从中文来唱。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显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叫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叫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要从头再唱一次，我们这次要用英文来试试看。God of love and kindness, your presence in me, you cover me with peace in your loving embrace. I want none but you, Light of truth, light of truth and love, shining in me. You cover me with peace in your loving embrace. You love is all that I see, and the place where you call, I worship you, Lord. Wherever I am, I give you my praise. And the place where you call, I worship you, Lord. Oh Lord, I worship you. Oh Lord, I worship you. Everywhere, everywhere I go, I praise you. Everything I do, I live up my life to you. I worship you. Everywhere I go, I praise you. Everything I do, I live up my life to you. I worship you. 在我行走时，主要成为我的道路。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活着时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我们更多来呼求主啊，成为我的道路，成为我道路，活着时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呼召我，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At the place where you call, You call, I worship you, Lord. Wherever I am, I give you my praise. And the place where you call, I worship you, Lord.
天父，我们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献上对你们的赞美。谢谢主耶稣召集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奉耶稣的名聚集在这里，也求主你的话、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用圣灵的风吹走我们心中一切的烦恼，用圣灵的水来洗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疲倦，也用圣灵的火点燃一颗我们爱主的心。求主你今天晚上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你坐下以前，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祝福说：今天晚上神要大大的触摸你。今天晚上神要大大的触摸你，请坐。Please be seated。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历代志上第15章25节到29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7只公牛、7只公。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声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停一下，这里有几样乐器：吹角，有角，知道什么是角吗？好，就是牛角或是羊角，那个有的是旋转的，那个吹出来就是梆。吹号，号呢就是号筒；敲拔，好，拔呢就是这个锵的拔；鼓瑟，好，瑟呢好就是横的琴；弹琴，这里的琴是指那个竖琴、直的琴。好，1、2、3、4，五种乐器。我们今天晚上敬拜有几种乐器？1、2、3，只有3种乐器。好，这个更多。然后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加上众人的欢呼声。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晓得你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有没有开心到想要跳舞呢？有，你会怎么跳？各种方式的跳。好，但是呢，现在你年纪越大，你会不会在上帝面前跳舞呢？好，越困难，好，越来越困难。但是当你还像小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听到音乐，听到开心的事情，我们就会跳舞。这是一种上帝给我们的自然本能的反应哦。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来自于历代志，好，这个圣经当中号称最无聊的一卷书哦。好，因为呢这卷书又长，然后呢又无聊，然后又多的历史故事。但是呢，这卷书呢，可以让我们读了之后呢，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我想请问大家，如果送你一个保险柜，好，他不走了 ，Hello， 这个不走了。好 ，OK， 好，走了。好，我来控。好，送你一个保险柜，你会想要放什么东西在里面呢？好，我知道我们在座大家好，可能你的这个金银珠宝有限，好，保险柜当然就是，为什么他在走？金银珠宝好，大家都没有，好，这个黄金好没有，好，股票没有，好，这个什么房子的地契没有，但是呢，什么是你最贵重的？可能是个手机啊，好，可能是你的这个除了手机要什么跟电脑啊。好，可能是你这个3C 的产品啊，好，是你现在最贵重的。但是这些东西呢，你不会把它放在保险柜，你一定都是放在你的身上。保险柜呢，它的用意就是让你放进去，好，可能呢10年、20年、50年，这些东西都不会不见，不会被偷，不会被抢。好，包括这次台风米凯台风来，
14年前，2006年，18年前，同样7月25号有一个台风，就叫做米凯，一模一样，好，同一天，然后同样的名字，同样来到台湾啊，好，只是这次米凯台风长得更大，好，带来的水量更多，但是呢，有这个保险柜，好，现在保险柜可能都要加上防水哦。你会想要放什么东西在里面呢？好，你可能对你这个年纪来讲，好，你可能不会想要放什么。但是你可能会想要放的啊，就是你的秘密，不想要被人家知道的，好，你会把它放进去保险柜里面。可能对你来讲，好，这个你的人生当中，你的日记、你的回忆、你的可能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你会想要把它锁在保险柜里面，不想要被爸爸妈妈，不想要被朋友、被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看到或是拿去。但是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柜子，叫做约柜，请大家说一次，约柜。好，他又不走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好 ，OK， 他现在又走了。这个约柜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希伯来书我们刚刚读过的书，好，可以来看到约柜里面呢有3样很重要的东西。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第2层幔子后面的圣幕叫做至圣所，里面有烧香用的金坛和整个用金包裹着的约柜，柜里放着圣玛纳的金罐，又有亚伦那根发过芽的杖和2块写着十诫的石板。约柜上面有基路伯，象征着上帝的临在，基路伯的翅膀覆盖着赦罪座。圣经说约柜里面有3样东西，第一样是什么？玛纳，玛纳用什么装的？金罐，好，用一个金罐把它装起来。第2个呢是亚伦的杖，而且那个杖怎么样？发过芽，好，发过芽，好，这个有画出这个芽了，好，但是那个芽呢不一定还在，好，但是呢那是亚伦。杖呢通常都是从树上砍下来。砍下来之后呢，它就失去水分，那个树枝就枯干，就死掉了。可是当亚伦拿着那根杖呢，上帝就在亚伦的面前叫那根杖1个晚上就发出芽来哦。好，所以就预表什么呢？死掉的树干也会复活，它代表是一个复活的生命。然后第3个是什么？2块写着十诫的石板哦。好，就是所有摩西在西乃山上那10条的诫命。而约柜有个盖子。上面的盖子呢，就是你看到上面这叫做什么座？赦罪座，或是叫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象征着上帝的同在。所以这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呢，就你有这个宝贵、这个宝贝呢，就像是上帝，他就与我们同在一样。但是这个约柜，好，它在圣经当中，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可以看到关于约柜的故事啊。这个约柜它曾经周游列国，好，记载在圣经有2个地方，好，撒母耳记上的第5章。在撒母耳记上第5章呢，那时候是撒母耳的老师以利担任圣殿的祭司，看守着会幕当中的约柜。可是呢，以利好，他服侍，后来就被非利士人入侵。他们就攻打，把上帝的约柜宝贝就抢走。抢走之后呢，这个约柜就被非利士人带去，然后呢周游列国。可是他们带去的地方呢，好，他们第一个就是把这个从以色列掳来的约柜放到他们的神叫做大衮神啊。这个大衮神庙当中，好，放在这个大衮神的面前，好，就是意思说叫约柜在大衮神的面前站好，好，你是我们俘虏来的，好，你这个耶和华上帝被我们带来的。可是呢，没有想到隔天这个大衮神就怎样倒下来，砰，倒在哪里呢？约柜的前面。那个姿势呢，就好像这个大衮神在跟约柜在跟他匍敬拜一样。这些非利士人呢，看了之后呢，好，不信邪，他们把他们大衮神像怎么样？把它扶起来，重新立好，而且这次呢，还用绳子把它绑得更牢靠，绑得更紧啊。结果呢，到了隔天早上，这个大衮神怎样？又倒下来，而且这次一倒呢，倒在门槛的上面，就是他们这个神庙有门槛，这个大衮神的头
还有他的2只手，都倒在那个门槛上面，然后就通通断了，就是断头又断手，然后呢就是尸首啊分开啊，然后呢倒在这个约柜的面前。哇，这下非利士人怎么样？吓死了，吓死了！他们本来从这个地图上面的最上面右上角的示罗抢到了这个约柜，带回去呢到这个以便以谢，结果发现他们的这个大袞神像头都断了，哇，把他们吓坏了，说这个是以色列的上帝啊，不敢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把他赶快送到非利士其他的4个城市去，所以呢就箭头的方向往下走，找到了这个亚实图啊。就到亚实图呢，那里的人一到之后，整个城里面的人都怎样？圣经说他们都生痔疮哦，有没有长过痔疮？没有长过哈，这个痔疮牧师也没有长过。好，这个痔疮呢，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好叫做疱疹啊。好，那疱疹你可能就比较有印象，就是皮肤溃烂。好，但是呢，好，这个亚东剧团呢，曾经就用这个《撒母耳记上》5、6、7章啊，演了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戏剧。哇，他们呢，这个约柜呢被送到这个亚实图来之后呢，所有的人每个走路都这样子啊，痔疮都长在哪里？长在屁股下面。哇，每个人走路就都每个打招呼都然后呢，好，他们就整个城，圣经说，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哀叫，好，都在哀叫。好，说怎么把这个灾难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呢？不行，不能留在我们这边。好，所以呢，赶快再送到了下一个地方以革伦。就到了以革伦，换这里的人怎么样？他们长痔疮，好，同样又长痔疮，而且呢，这痔疮是要命的痔疮哦。所以呢，圣经说死亡的恐惧弥漫全城哦，哇，大家都吓死了。他们以为去非利士人去打败了以色列人，然后把以色列的神明掳回来了。这下子呢，好，以色列的神明居然来修理他们，所以这下经过了这几个城镇之后呢，哇，他们都不敢再留这个约柜在这边，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约柜让他送回去。可是呢，这个约柜要怎么送回去呢？好，因为呢，他们没有人敢去碰那个约柜。所以他们就用非利士人说：“哇，我们现在得罪了这个耶和华上帝，所以呢，我们要用金子做5个金的痔疮，5个黄金的痔疮，再用金子做5个金的老鼠，好，金的老鼠，好，我不是在虚构，这是圣经里面写的5个金的痔疮哦，好，什么是金的痔疮呢？好，这里有图片，好，就是这一坨。”黄金痔疮哦，5只的金老鼠代表他们非利士5个重要的城镇，然后呢要用2只母牛，好，因为通常这个牛在拉车，可是这2只母牛是没有拉过车的，而且刚刚生完小牛的，好，所以这个母牛呢，好，要用这2只母牛用一台新的车子把约柜放上去，然后呢盖起来，而且还把5只的金老鼠、金痔疮还有这些礼物通通放在牛车上面。如果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是真的，这个牛就自己会把约柜送回去，你觉得有可能吗？结果呢，这些非利士的首领，哇，他们就这样做，然后约柜也放上去了。结果呢，大家就在哀嚎声好痛啊，好痛的当中呢，那2只牛居然就自动开始走。好，走的路线呢，好，就是我们上面看的这个地图，从以革伦往犹大，就是以色列的方向，犹大就前进。这牛从来没有拉过车，而且还是2只牛，他们竟然就同心协力，带着约柜，就一路往耶路撒冷，往这个以色列的方向走啊。走去之后呢，好，走到了基列耶琳，好，但是对，到了中间有个地方叫伯示麦。那是以色列人的村庄。这以色列人呢，他们看到约柜回来了，这个伯示麦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看到哇，我们的神自己回来了，前面都没有人开路，就2只牛把他们拉回来。所以伯示麦人呢，赶紧迎接约柜，然后把约柜卸下来。
卸下来呢，好，在安放的时候呢，他们就偷看约柜里面的东西。结果呢，有人动手脚一偷看，上帝就击杀，一杀呢就杀了70个人哦。好，70个人，可能你看多少人围过去要看约柜。好，这个70呢，好，他的圣经里面说是5万人中的70人。这个伯示麦这个城里面住了5万人，可是呢，那一票围过去想要偷看、观看约柜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的，就被上帝击杀。所以呢，连伯示麦人都吓到，说：“哇，上帝在这边太可怕了！一下我们一瞬间就死了70个人。好，在约柜在我们这边，我们可能完蛋了。所以呢，没有敢留在那边，就让他继续走到红色这个地方，好，基列耶琳去。所以呢，他们就派使者、派利未人，好，把这个约柜呢运到这个基列耶琳。好，而且一流呢，基列耶琳是要爬山哦，就在山谷上。好，然后他的往右边走呢，好，这个地图呢，左边是往海，好，右边是往耶路撒冷。好，但我这个图片呢，它刚好相反，所以把它左右颠倒，大概就比较知道这个地理方向。就在这个基列耶琳，好，这个箭头朝上的那个山上，圣经说约柜一停留就停留了20年，20年没有人再去碰这些约柜。而那个原来在圣会幕当中服侍的这个祭司以利呢，他也死了。所以呢，这20年当中，约柜没有人去服侍，也没有人敢去碰触，就一直保持在基列耶琳这边。而故事呢，过了就来到了这位历代志的主角大卫。大卫呢，他在历代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第6章，好，可以看到大卫他当上了整个以色列的国王。这个以色列的地图版图辽阔，好，就是从上面的黄色是北国，下面的浅黄色是北国，下面的深黄色是南国。可是，在大卫的时期没有分南北哦，好，因为那是从所罗门之后才分南北。大卫他被12个支派拱上来说，只有大卫你可以继承扫罗王，做我们的国王。我们这个国家呢，已经被左边的非利士人欺负了好几年、几百年了，还有我们被这个地图右边的以东人呢，也欺负了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从这个亚伯拉罕之后呢，好，摩西的时代，好，我们就被左边、右边的人欺负，甚至呢，还有我们地图下面南边的，从这个米甸、从阿拉伯的人来也会欺负我们。还有地图左下方的埃及人也会来打我们，好，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有北边的敌人，那是后来亚兰、亚述、巴比伦人，所以他们住在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其实都很不安全，东西南北都有敌人，好，都有敌人。如果你住的房子当中，好，你的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来找你麻烦，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好，如果半夜一直在墙壁敲你的墙壁，或是呢住在楼上的半夜就是在地上这个地上就抠，或是呢住在隔壁的听到小婴儿的哭声、吵闹声，哇，你一定会住得心神不宁。可是他们的这个国家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好，必须要在夹缝当中求生存，一切呢就是为了上帝的应许。而大卫他被高为以色列王，虽然是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历代志上11章，可是呢，其实他真正被高为王的时候，是在他还在放羊的时候，好，就是这张图。左边那个圣经当中，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呢，已经是37.5岁啊。我们在座有没有37岁的人？好，木轩大概是30岁、33岁。好，在4年之后，好，就是大卫那个年纪了。好，大卫那个年纪，可是大卫在他17岁，好，就是20年前，好，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约柜被掳的那个时候呢，好，更早以前，大卫就在他的爸爸，还有他上面有7个哥哥，好，他排行老8，就在他的哥哥爸爸面前，上帝就叫先知撒母耳，好，来到他家。然后把他找出来，他还在外面放羊，从他大哥、2哥、3哥、5哥、6哥、7哥，
最后呢，大卫就在这一群人面前，先知撒母耳，好，他就用膏油膏他，而且说你就是以色列君王。那时候他才17岁，可是从他17岁到他37.5岁做以色列王当中的20年，大卫都在做什么？大卫其实好，他去除了17岁被膏没有多久，他就去打败了歌利亚。那歌利亚有270公分了，好，他的一颗头大概就这么大，好，一颗头就这么大。他要用那个5个石头，好，就打中了歌利亚的额头，然后再上去，还要用刀子把歌利亚头砍下来。歌利亚头这么大的时候，他的脖子有多粗？他脖子就不是只有这样，脖子可能这么粗。你要用什么刀子砍他的脖子？哇，那可能是牛刀啊！可是呢，大卫就把歌利亚头砍下来，提着他的头回去啊，提着他的头回去。所以他17岁呢，就成为元帅，好，成为整个以色列军队元帅。可是被他的老板，好，就是扫罗王，好，追杀。这个故事呢，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今天重点在约柜。大卫他当上了整个以色列的国王之后，他知道他一个人哪有可能去管这么大的地区呢？12个支派，这边已经不是200多万人，可能是500万人、40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在那个地方。他没有那时候没有飞鸽传书，那时候也没有现在传赖，那时候也没有 email， 他怎么有办法去治理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够听他的话？好，没有新闻，好，也没有这个 SNG 的转播车，他到底怎么去治理？他知道他只能够靠上帝，所以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找出约柜，他要把约柜，就是把上帝最重要的同在带到他现在的总统府，就是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打听到说啊，原来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好几十年。原来几十年前，好，大卫很年轻的时候，甚至大卫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约柜就已经被掳走，而且呢，就在这个大卫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刚才讲那些事情是大卫没有出生，因为扫罗当王当了40年，大卫自己又做了7年多，然后呢，那个约柜又停在那边20年。所以将近是有67年的时间，约柜已经被消失了，好，已经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后来大卫打听到，所以呢，他就派了人去迎接。可是呢，迎接的故事呢，好，就是这个图。他们派了人去迎接，而且刚才我们念的大卫呢，就在迎接的路上呢，哇，唱歌跳舞，然后用乐器，然后用敬拜赞美，好，比我们今天还要隆重，还要复杂，而且大家都要在那边欢呼声。可是到了这个约柜一路走，大家一路唱歌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好，到叫做拿更的禾场，好，或是叫做基变的禾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牛好的车好突然就抖了一下，那个约柜就从上面呢就快要滑下来。其中有一个人呢，好，就是利未人乌撒呢，他就用手怎么样去扶了一下约柜，去扶了他一下。结果呢，圣经说上帝耶和华就冲出来，就击杀他。那个字呢，冲出来意思就是冲破，好，冲破，好，那个画面呢，如果你去想象，就是上帝突然出现，冲破乌撒的身体，好，他整个人可能是被像爆掉一样，好，被冲破，所以大卫非常的害怕，每一个人都非常害怕，哇，这个约柜好碰不得啊，所以本来要从这个地方一路要送到耶路撒冷，大卫马上改变主意说，不行，我们不能把他送去，好，因为基顿这个地方，好，他们本来从基列耶林一路走，在这边呢，乌撒被上帝冲出来，冲破之后，要送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不去，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约柜呢送到更远的地方，好，退回去，好，退到一个地方，好，就是俄别以东的家中啊，俄别以东的家中，在这俄别以东的家中呢，其实更远，好，可是呢，约柜呢就在那个地方停了3个月。
3个月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俄别以东他是住在加特的利未人，他的祖先是利未人，可是某种原因他住在非利士人的境内，而后来呢，他成为了圣殿当中守门的人，他也成为约柜当中守门的人。后面讲到俄别以东他有8个儿子，然后呢，他的子孙有62个人。然后呢，这些孩子、儿子呢，都是非常能干、很会办事的这些壮士哦。3个月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大卫改变他的想法？我们不晓得。可是3个月当中，大卫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住在那么远的加特的俄别以东，上帝因为约柜祝福他，只有短短90天，短短90天，上帝祝福他，所以大卫再一次重新去了解、去检讨，说到底我们上一次发生什么原因？原来大卫检讨了，我们没有按照规矩，所以他重新迎接约柜，把规矩找出来之后，这一次哇，非常的顺利，从很远的加特的地方俄别以东的家中，就把约柜抬上来，抬上了耶路撒冷抬上了耶路撒冷。所以大卫有耶路撒冷成为他这个大卫城非常重要的宝贝之后，他就治理这个国家将近33年的时间，33年时间，在这当中国家越来越强盛，以色列这个国家越来越壮大，甚至当大卫把这个国家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这个国家呢完全没有人敢来打他。这个国家呢，刚才讲说东西南北很多人，非利士人、亚兰人、以东人、阿拉伯人、米甸人，很多人都想要来攻打他。可是因为约柜跟大卫同在，这个国家没有人敢碰他。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所罗门每一年接受各个国家，世界上各个国家送来的黄金当礼物。每一年接受的礼物呢，是用几万公斤的黄金。我们现在黄金是用什么单位来算的？你去买黄金，老板，我要1公斤的黄金。老板说你卖我，我也买不起。现在的黄金是用钱来算的，钱呢，就是你要8钱才1两，16两才1斤。半斤8两，所以1斤16两，所以你要1斤是台斤600公克，你要多少你要买1斤600公克的黄金，哇，人家说哇你好有钱。可是，在所罗门那个年代，圣经说银子不值钱银子不值钱允琪现在身上戴那个项链是不是银的？铁的银的项链去哪里？在家里，因为他生日的时候呢，他的妈妈送他一条银的项链，那条项链呢也要几千块钱，但是金的话就是要几万块钱。可是呢，在所罗门的时候，银子都不值钱因为他们的国家黄金真的太多了。我讲这么远的地方，就是要告诉大家，大卫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呢，他需要一个敬拜的对象。而他知道，他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个上帝的同在，就是约柜，所以他想尽办法。虽然他看到他可能看到乌撒被这个上帝冲破的画面，他可能看见这个约柜是不能轻慢的，可是大卫最终还是想办法把约柜迎接上来。所以今天牧师要分享的就是，到底大卫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能够顺利的把约柜迎到他的家中呢？最后我就用15章，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用3个经节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大卫他准备的就是分别为圣的利未人，请大家说一次。好，我们来念第2节。那时大卫说，只有利未人可以抬约柜，因为他们是上主选出来抬约柜，永远侍奉他的人。所以大卫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各宗族的领袖。”黄色，我们一起念：
要洁净你们自己和同族的利未人，好把上主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由于前次就是乌撒被冲破的那一次，你们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抬约柜，所以乌撒他可能不是利未人，他可能不是利未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利未人，他还用手去摸了约柜，所以上帝突然出来把他冲破，把那个乌撒冲爆。上主去抬约柜，所以上主我们的上帝惩罚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按规矩来敬拜他。你知道敬拜上帝有规矩吗？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敬拜上帝有一个规矩，就是要成为洁净的人。好，跟你旁边说，要成为洁净的人。圣经的利未人，他是利未的后代，是亚伦、摩西，好，他们一样都是亚伦这个利未的子孙。可是呢，在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用利未人，不需要靠血裔，而是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在和本的翻译叫做分别为圣。好，请大家说一次分别为圣。就是每一个敬拜的人，你一定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在上帝的面前，而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乌撒他可能没有懂得这一点，他想说：哇，一个柜子快要掉下来了，约柜快要掉下来，我好心去扶他一把。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好心，他不懂得分别为圣，以至于他太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轻慢不得，而他就被击杀。而第二个大卫准备的呢，是大声歌颂的利未人，请大家说一次。大声歌颂的利未人，16节，大卫命令利未人的领袖们派许多的利未人做什么？唱歌，用直的琴，就是竖琴，还有劳拔弹奏快乐的音乐。好，所以可能像我们在敬拜赞美一样，好，他们也在那边打鼓，同时呢，又选出这些利未人来弹什么呢？高音的竖琴。铜和拔，配合铜和拔，还有选出人来弹低音的竖琴啊，所以他们可能有钢琴，有电子琴，有 keyboard， 可能有小提琴，有大提琴，有中提琴。好，他们懂得用不同的乐器来衬托、来烘托，用音乐好来让上帝的同在，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在那个敬拜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在那个敬拜当中。我来问一下大家，你会弹琴的请举手。好，会弹琴的，好，举好举好。1、2，伟谦会弹琴，好，这边只有伟谦，好，3、4，陈云琪没有举手，好，有看到，好，5、6、7、8，好，谢谢。会乐器的人请，除了弹琴，你会其他乐器的请举手。会其他乐器 ，OK， 好，打鼓的，好，笛子的。你怎么都没有？军品，好，请放下。你都不会乐器的，请举手。你都不会乐器的，好，谢谢你们。好，请放下。牧师鼓励大家哦，如果你都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你一定要去学一样的乐器。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一定要学一样的乐器。为什么要学乐器呢？你学乐器就是好这个。为了要能够用音乐能够来敬拜上帝，你学乐器呢？好，通常学乐器就是学乐器，好，就是为了要去念音乐班。学乐器呢，就可能是要当这个音乐家。学乐器呢，可能就是为了要出名，为了要上台表演，为了要能够像马友友一样，哇，成为全世界知名的音乐家。但是牧师要告诉大家，你学至少一样的乐器。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上帝，阿们。如果你真的会乐器，你真的有学一样的乐器，你要用你现在学的那样的乐器来敬拜上帝。大卫立我们多久？3000年，3000年前的人，他们就会用高音的竖琴、低音的竖琴，他们会用那些乐器、铜器、管乐器，然后呢，把它编成各样的曲子。让大家在这样音乐当中，可以在那里敬拜神，然后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临在。
所以这个乐器在圣经，你可能读10次，你读20次，你都没有办法读出来。可是只有你真的用乐器，一个 keyboard 的音，一个音一弹下去，一个乐器的声音一发响出来，可能比牧师今天在这边讲了20分钟、30分钟，还要更容易、更快就撞到你的心里面。可能一个音色，上帝的灵、上帝的感动就可以与你同在。大卫会不会乐器？圣经说大卫他会弹琴，弹什么琴？他那个琴呢，可能叫做很像吉他的琴，叫做加特琴哦，加特琴。好，这个如果去翻这个 Google， 加特琴呢，长得有点像吉他，好，但是它长得胖胖圆圆的，它大概是6根弦和7根弦。当他的老板扫罗王心情不好，被魔鬼附的时候，他可能是一种忧郁症 （depression）。他的老板呢，可能很暴怒、生气的时候呢，他就会抠，大卫就赶快跑出来。跑出来之后呢，拿着他的加特琴，我不知道那加特琴可能是这样抱着，或是这样扛着，好，但是他就开始用那个琴这样噔，然后就开始弹2个音符之后呢，扫罗王就 calm down， 他就开始哇，这个邪灵就圣经说邪灵就离开扫罗王。所以大卫的乐器呢是可以赶鬼的，大卫的乐器呢是可以带来上帝的同在，大卫的乐器呢是可以让人的心得到平静的。所以刚才很多人都有举手，我看到是大部分的人都会1种以上的乐器。我要鼓励你，第一个，利未人他们要分别为圣，就是不要跟这世界一样。第二个，你要像利未人一样，用上帝所给你的音乐的才干恩赐，你要把它组合起来，用来敬拜神、赞美神。越多的乐器，好，越简单还是越不容易？君毅，越多的乐器要来敬拜是简单还是不容易？越多的乐器越不容易。好，你去那个管弦乐团，20种的乐器在上面的时候，你这个也要比，这个也要比。好，那个如果鼓太大声，好，这个太小声，哇，你就 key 笑，你就爆炸。所以你一定要每个乐器都要控制刚刚好，谁该出来，谁该休息。然后那个有的最简单的乐器就是拿一个鼓棒、锤子敲那个定音鼓，然后咚，好，最简单，它可能咚，可是那个鼓呢，如果没有敲好的话，好，那个整个管弦乐团，好，大家辛辛苦苦的预备也会砸掉了。好，可是呢，越多的乐器越不容易。3000年前，你读这段经文，就在讲3000年前的事情。他们就把这些乐器组合起来，在那边敬拜神。然后呢，让约柜一路从俄别以东的家，就进入了耶路撒冷。最后还有一种利未人，叫做还有一句话，22节，他甚至在举出这些人名字：基拿尼亚，对音乐有很高的这个字要念什么？艺，好，造诣，这个对这个音乐很高的造诣，所以他成为歌咏队，好，歌咏队就是敬拜团，或是圣歌队，好，或是圣诗班，他们是一票的人，好，在那边用乐器，好，在那边预备为了一场的敬拜，那场的敬拜就是上帝要进入耶路撒冷，上帝要进入教会的，上帝的约柜终于不是用牛车来。过去他们用牛车，它是错误资讯，因为那是非利士人想出来的。上帝的约柜是要指定祭司利未人用杠子穿过去，然后用走的、用抬的、用扛的，才能够前进，所以根本不会有那个掉下来或是倒下来的问题啊。好，所以他们终于找到正确的方法。最后，这些门口守卫的利未人，你会出现。俄别以东，俄别以东，俄别以东。刚才讲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住了多久？多久？3个月90天。那90天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个消息怎么传得那么快，让大卫马上改变心意？大卫本来不要这个约柜进来哦，
他本来是这个约柜吓死了，好，他马上进一步退10步，把这个约柜送到加特的地方去，好，快送到海边去了。可是他听到俄别以东的家中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可是呢，他就把俄别以东请来，而且俄别以东一路跟。后来俄别以东不住在家里面，俄别以东在圣殿变成什么？守卫。还有俄别以东呢，好，甚至有的经文当中，俄别以东他也会乐器，也会唱歌哦，也会唱歌。所以他就在那边看守约柜，享受上帝的敬拜和上帝的同在。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因为约柜到来之后，从那一天开始，不断的强盛到什么时候呢？强盛到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大卫做了40年，后来他的儿子也做了40年。可是到他的儿子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被一堆的女孩子诱骗，被一堆的年轻美貌的女孩子骗去了，去拜其他的神明，所以所罗门自己都忘了约柜，忘了上帝，以至于这个国家后来就不断的走下坡，再也没有办法强盛了。而最后，我们从几个经文来看，约柜的同在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却用不同的角度，把约柜的同在当成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当大卫成功的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而且把它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那时候圣殿还没有盖起来，可是把它放进那个指定的地方，回家之后，其实那一天大卫这样用乐器，而且约柜进来的时候，他是不断的跳舞，极力的跳舞，好，跳到他的衣服衣不蔽体啊，就是衣服都乱掉。回家之后，好，大卫要为家人祝福，可是他的第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叫做什么甲？米甲。好，米甲是谁呢？她是他的老板的女儿啊，就是扫罗王的女儿。因为大卫他打败了歌利亚，当上了元帅，所以他是这国家非常重要的元帅。所以扫罗呢，好，也为了要怕大卫造反，所以他就把这些女儿嫁给了大卫。好，那时候大卫才18岁吧，19岁。他的第一个老婆好是原配，可是呢，过了好几年，好，米甲呢，好，约柜回来了，可是米甲就对大卫说一句话，说以色列的王今天真够体面了。这是说反话，在考 C， 什么是考 C？就是在讽刺大卫，你今天在约柜前面一路跳，哇，你真是有够体面。说我们的王呢，像个傻子似的，把自己暴露在臣仆们和婢女面前哦。我们这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呢，翻的比较怎样文雅一点哦。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王呢，好像是一个无赖一样。像是一个流氓一样啊，好，就是这个无赖可能像是一个流浪汉啊，连赤身露体啊，衣服都不见了。大卫在跳舞敬拜上帝的时候，跳到怎样？衣服都不见了。有没有人跳舞跳到衣服都不见了？好，如果是跳那个 hip hop， 好，跳那个地板舞的时候呢，好，那可能衣服都会好跳到不见。可是呢，大卫为了要敬拜神。欢迎约柜，他的衣服都不见。好，不过我们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好，没有翻出他的那个意思啊。他把自己暴露在这些他的臣仆面前，变成穿了国王的新衣。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大卫的雕像有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衣服。好，把他身上的各个器官呢，哇，通通都刻出来，米开朗基罗刻的。好，就是其实也是在讲到大卫的这个故事哦。好，大卫这个故事。可是呢，大卫怎么回应呢？大卫却回应他的老婆说：“我们一起来念，我跳舞是为荣耀上主，他选立我代替你父亲和你父亲的家族，使我做他以色列子民的领袖，所以我要继续跳舞荣耀他，使自己更加卑贱。你也许觉得我没有出息。”那些婢女却觉得我了不起呢。
而最后扫罗的女儿米甲一生没有生养儿女。这个老婆呢，好是被大卫曾经被人家抢走，大卫又把她抢回来，好，然后大卫把她抢回来，但是为了一件事情，其实大卫早就想要跟这个老婆生小孩，好，可是他都已经跟这老婆结婚，好，应该超过20-30年，20-30年，好，他都还没有生小孩，又因为米甲这件事情，好，他轻看上帝的荣耀，把迎接约柜这个事情的焦点不是看约柜，看她的老公，而且她老公回家之后呢，训她老公一顿，然后呢，把她老公考塞讽刺嘲笑。大卫也没有生气，大卫呢只是告诉他说：“你爸，好，他就是因为他提醒他爸，好，就是米甲的爸爸就是扫罗王，因为不听上帝的话。”这个王都当不成，虽然做了40年，最后他的老爸呢是自己伏在刀子上面，自刎而死。本来可以做更久的，最后自杀而死哦。可是大卫说，他当王不是为了跳舞，但是他跳舞是为了荣耀上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跳舞，这是一个很棒的时刻。我觉得不是你故意要跳舞，因为有一个音乐，因为有一群的利未人，他们用音乐帮助你，让你心里面想要跳起来。你如果好好的坐在这边安安静静，你不可能跳舞。你会跳舞，你一定是听到了音乐。这些音乐呢，让你觉得很振奋；这些音乐让你觉得你很感动；这音乐让你觉得不想要只是要坐着敬拜，你要站着敬拜；而这音乐让你不想要只是站着敬拜，而是想要拍手的敬拜；而这音乐让你觉得不是只有想要拍手敬拜，而是你真的想要极力大声的敬拜的时候，都是为了荣耀上主，而不是为了那些音乐，也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大卫成为上帝合神心意的人哦。最后用这个俄别以东来结束。这个俄别以东他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俄别以东，好，其实你看，我已经跑到历代志上的26章哦。我们今天读的是15章，11章之后，你要继续再读了11章之后，这个俄别以东，上帝赐福给他，他有8个儿子。你有没有很羡慕？我问大家，问很多次了，现在不会有人羡慕有人8个儿子。可是这8个儿子，他们在族里面都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都怎么样？很能干，而尤其是最后面2个儿子特别能干。好，这里已经不是在讲儿子了，是在讲他儿子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俄别以东的家总共有62个很能干、胜任这个工作。这什么工作？就是敬拜的工作，就是一票的利未人。你可以想象，一个圣歌队，一个诗班，有62个人。这62个人，他们只要用10种乐器就好。剩下的52个人，或是剩下的50个人，他们可以分部来唱歌。这62个人一出去唱歌，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形？哇！他们只要一开口，他们只要一和声，他们只要一唱歌，上帝就与他们同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今天我们在座可能也差不多快要50个人，或是60个人。我们今天这60个人，如果每个都会乐器，如果每个人都会唱歌，然后大家能够用一首诗歌、一个音乐，只有敬拜一位上帝，大家只有同样一个心，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拍手的拍手，大声唱的大声唱。你觉得这是一个多美的画面呢？今天的金句约柜，它带来祝福，就是在历代志说的，拯救我们，让我们从各国把我们领回来啊！因为在大卫他当王那个时代，他们的国家其实已经有点凄惨。当他们的上一个老板国王扫罗王死掉的时候，这国家扫罗王是死在外面，死在国外，他出去打仗，死在国外。
很多出去打仗的人根本就回不来了，被掳走的，被带到国外去当奴隶、当俘虏的。所以他们自己的百姓很多都跑去到其他地方当人家的奴隶。可是大卫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这些人建立起来，就是用敬拜。他能够掌握以色列这么大的国家，就是因为他邀请约柜，然后透过敬拜，透过利未人，透过音乐，让每一个人对上帝只有一颗心，对上帝只有一个样的意念，一个样的感动，然后让那个国家非常的坚定。后来就是成为我们所认识所罗门那个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到今天美国，你说美国一年有多少的人送他黄金？没有啊，没有人来向他供奉。大家都是美国是资本主义啊，美国都是跟他买东西，买他的产品，买的很多。可是所罗门当王的时候不是哦，他都没有做任何事情，他是坐在那边等人家送礼物来，因为他们都需要以色列这个国家保护他们，他们都需要以色列这个国家做他们的老大。因为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强？因为他们有约柜在这个国家当中啊。如果我们有分享小组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来思考几个问题啊。大卫他没有办法一个人迎接约柜，毕竟大卫他是犹大人，他不是利未人。可是大卫他准备，他做了哪一些的准备？你可以像一个柯南一样去翻圣经，好好的去看到底他准备了什么。而今天我们需不需要继续等待约柜？问问大家，答案是也完全不需要。我们今天的约柜是什么呢？约柜象征的就是一个 salvation， 是一个上帝的拯救。所以上帝已经透过耶稣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今天我们的约柜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今天我们的约柜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约柜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每一次你跟耶稣祷告，跟耶稣唱歌，对着耶稣来敬拜，你要想起大卫，因为他就是一个约柜。耶稣他有那3件东西，玛纳代表上帝的话，好，吃了让人不会再饿。耶稣他有亚伦发芽的杖，代表使死的变成活的，使人从死里复活 resurrection。 还有他有就是那个十诫石板，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诫命。所以今天约柜很神奇的从这个地表上消失了，他可能还真的在，但是呢，他在不在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帝刻意把这个约柜藏起来。有多少人想要去找约柜？如果约柜这么厉害，今天有多少约柜早就很容易被找到。可是从大卫那个年代，后来约柜是在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柜就从耶利米书当中，南国最后那几年当中，约柜不见了。到今天也是2500多年过去了，这2500多年当中，大家都想要找约柜啊，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因为上帝不是要用约柜来叫人得救，上帝要用耶稣基督叫人来得救啊。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是这一首大卫被呼召的诗歌。我们刚刚有看到大卫他被呼召有2个重要的时刻，第一个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刻，当他在他的爸爸面前，在他的7个哥哥的面前，一个老阿伯或是老阿公，撒母耳那时候已经老到不行了，因为扫罗都已经当王当了20年，没有20年，其实撒母耳他也是很老，可是他用膏油告诉这个小朋友，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大卫那时候心里面没有任何的 idea，no idea， 怎么可能？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在放羊啊！我现在都是在替我爸、替我哥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啊！我的大哥、二哥
一个一个的又高大又英俊又潇洒又有学问，我呢这么小，我能够做什么？可是呢，那个上帝给他的呼召，就在年幼的大卫的心中。没有多久，战争爆发了。没有多久，非利士人有一个巨人，270公分，叫做歌利亚。他拿的一个矛，就几十公，那个矛的头啊，好，那个矛就是长枪的上面矛，那一个矛的头就是1包米的重量，那根本人家都拿不起来。他拿那个矛这样一射，好，就一票的人好都倒下去。可是这个少年大卫带了5颗石头，就去迎战歌利亚，因为上帝呼召他，在他的心中。而大卫被呼召的还有一件事情，他不是要当王而已，他不是要打败敌人而已。大卫他要呼召一件事情，就是不论环境如何，依然要扬声歌唱。大卫可能比他哥哥更厉害的，就是他常常在放羊放牛的时候，拿他的加特琴，在那边弹琴，在那边敬拜。他可能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练钢琴，或是拿着一把吉他坐在椅子上面，在角落当中半夜在那边弹吉他。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上帝看见了，所以上帝告诉撒母耳，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他看到是那个用音乐在敬拜上帝的大卫，那个年轻的大卫。所以从他17岁到他37岁发生这个事情，大卫他对上帝的敬拜都是同样一个心，他不会因为我老了，我年纪大了，我现在有老婆了，我现在有儿子了，我现在有小朋友了，我必须要装的一副严肃一点的样子，我现在必须要装的神圣一点的样子，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 class 一点的样子。没有，大卫对上帝的敬拜，跟他小时候当小朋友的时候是一样的。我鼓励你们去参加小朋友的敬拜，我鼓励你们去参加礼拜天早上10点半，在6楼儿童牧区，甚至有机会去5楼看那些幼班小朋友。当有人一弹琴下去，他们开始唱歌，他们开始拍手，他们自己的身体怎样？是全自动的，没有人说你要举手，没有人说你要跳舞，但是他就开始跳起来。大卫到他37岁的时候，他仍然保有这一颗赤子之心哦。所以我要邀请大家，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你不用刻意，你也不用表现，我希望我们大家领受的是一个像大卫一样的心。就是一个爱上帝的心，就是一个一起要欢迎约柜，欢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欢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教会的主，成为我们社会国家的主。这一首诗歌，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Presence in me, you cover me with peace in your loving embrace. I want none but you. 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神。Where you go, I worship
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像大卫一样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主温柔的圣灵，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像是约柜里面的十诫，主慈爱的真理，你的荣光照向我们，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在我呼召，在呼召我，在呼召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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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呼召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好像约柜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主耶稣借着圣灵，他喜悦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就如同他喜悦年幼的大卫在树下弹琴，他喜悦那壮年的大卫在众臣仆的面前弹琴跳舞的敬拜。
他也喜悦那个年老将近70岁的大卫，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床，已经老到没有办法再坐起身。可是大卫在床上的敬拜，依然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大卫的生命，你要学习成为一个利未人。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分别为圣。第二件事情，你要学会用音乐来敬拜。第三件事情，你要守在约柜的前面，你要守住约柜，不要让耶稣离开你的生命，不要让基督离开你的人生。你要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上帝就要祝福你，像他祝福俄别以东。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领袖，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你会带出一个很棒的同工，你会带出一个很棒的团队。你的同工、你的团队会像大卫一样，不论这个团队、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因为你抓住最重要的约柜，你抓住最重要的救恩，上帝要祝福你手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亨通，都要顺利，都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不用很长的时间，只要3个月，3个月的时间，你好好的敬拜上帝；3个月的时间，你好好的用音乐来服侍神。上帝就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改变，带来突破，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见，是每一个人都会看见、都会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棒的事情啊！当你可以敬拜耶稣，当你可以用诗歌来赞美耶稣，是一个非常棒、非常重要的事情。愿上帝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每一个人，都像是俄别以东还有他家里面那62个人一样。当我们下一次一起唱诗歌，当我们下一首歌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像是俄别以东同样一个家里的人，我们的乐器都能够使用的协调，我们的歌声都能够优美，我们的音控、我们的投影片、我们所有的敬拜的流程，都能够 on same page， 都能够一起的呈现。这是一个最棒、最美的事情。求上帝帮助，求上帝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对你的赞美，还要献上我们对你的心，如同大卫一样。你不看我们年轻，即便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是17岁，或是 under 17，但是我们都是年轻的大卫。我们要像 David 一样，你要祝福我们，你要祝福我们，像是俄别以东一样，你要使用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它是一种感动，我们要来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我们要为主的圣工来使用。我们一起来唱。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亲爱的主
过今后还能来到周六礼拜一起参与敬拜，一起凝聚我们的心，并且天父也使用今天的经文作为我们属灵的种子，一步步的陪着我们。感谢你。然后我们现在将时间、金钱、才能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要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今天结束离开这场礼拜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大声的赞美，然后我们要来呼喊，我们要来宣告：生命在于我们的主，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在于你生命，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好，我们刚刚已经就是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唱的时候，我们要更大声的来唱，然后我们要把那个生命、力量跟盼望大声的喊出来，可以吗？好，我们再试一次哦。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生命，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最后一次，我们再大声一点。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生命，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你，在于你，在于你，在于你，再一次在于你，在于你，在于你，在于你。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掌声都献给我们的神。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参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能够如同利未人一般，每一日在主的面前分别为圣，并且能够用音乐来敬拜神，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并且能够看守住耶稣基督的救恩，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门。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请坐。好，大家好，我是嘉青的副组长恩典。那现在要来消息报告。好，下一页。这边 OK。OK。那今天呢有3位新朋友，一位是那个永晴，还有永晴的妈妈，可以跟我挥挥手。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是伟彤，是闽源的朋友。伟彤在哪里？好，在这里。那还有我遗漏的吗？有遗漏的新朋友吗？还有这妈妈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吗？以前有参加过？有。好，欢迎。那还有那个许久没有见的以宽和以柔。好，这是以宽哦，完全不认得了。很久没有见了。我也是以龙，我也是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好，那再来要来介绍，就是我们圣经共读再度开跑了。那大家是不是有那种可能看历代志上下非常的无聊？现在刚好新眼光其实也走到历代志上下，那我在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无聊，然后也看不懂。对，那这个时候呢，刚刚好我们的读经的范围，这共读的范围就是在我们历代志的上下。那7月15到9月20的晚上8点到8点半的时候，会由我们的陈牧师来在 Google Meet 上面带领我们一起来阅读我们历代志上下，来带领我们了解说历代志上下的一些历史，还有一些可能跟其他经文的一些关联，让你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它。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那就大家尽量的踊跃参与。那 Google 会议的一个连结呢，还有详情可以参阅我们的周报，或者是我们牧区
小组里面的一个群组，可以得到这些资讯。好，那在这之前，就是我们正常平常的时候呢，就是像母亲节或者父亲节这种时间，都是一个大型的活动，那都是联合礼拜。所以在下一周8月3号的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礼拜。那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主要来筹备我们8月4号青年牧区的一个活动。父亲节，对，下礼拜4号是吧？对吧？对，对，下礼拜天。没错。那就大家如果愿意一同来筹备的话，再请大家下礼拜六一样来到这个地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一样是一个联合的大型礼拜。那我们现在将这个介绍交给我们牧圈执事。好，先跟隔壁的说，下礼拜来参加联合礼拜。下礼拜天下礼拜天要来参加联合礼拜。下礼拜天参加联合礼拜。对，是礼拜天哦。好，那这个呢不一样，这个是教会的59周年户外礼拜。那时间是10月13号，然后是8点到晚上6点，然后我们的地点在那个真理大学，就是淡水那附近。那我们教会呢，已经好久没有办户外礼拜了，应该上一次应该是9年前左右。对，那上次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珍贵的照相。那就是呢，这一次呢是办理一个全教会的户外礼拜。那邀请大家每个人一定都要去参加。那天的行程呢，就是白天就是早上，我们大概8点半出发，会去真理大学。中午呢，就是在淡水老街治理。那晚上呢，我们会去那个老船长餐厅，就是一起的用餐。所以这样一整天的行程呢，我们的费用是400块钱。那当天呢，就是教会会叫那个游览车，所以这400块钱包含这游览车的车资。所以呢，请大家就是报名，然后当天就一起坐游览车，一起去参加这个户外礼拜。那怎么报名呢？就是跟你的所属的小组长报名。如果你是在职状小组呢，你就来跟我报名；如果你的就是你的小组呢是在嘉青，就跟敏源小组长报名。那我们这边都有报名表。但是呢，有一个状况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跟你爸爸妈妈是不一样的组别，那爸爸妈妈就报他爸爸妈妈的那一组，可能他是哪一区的哪一组。那你自己呢，你就要来报。就是嘉青或是报职状这边的小组，知道吗？所以就是报名的时候，你是在哪一个小组，你就在哪一个小组报名。那就是邀请大家一起就是参加这个全教会的户外礼拜。那我们全教会就是那一天，我们希望呢可以有500到600人，我们全教会一起就是去到那个地方，就是参加那场礼拜。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参加户外礼拜。我们一起参加户外礼拜，记得要来报名哦。OK， 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活动，那大家记得要报名。好，那再来是我们的，他又不听话了。OK， 再来是我们9月1号是我们第5次的圣礼典。那如果有想要受洗的人呢，那请在我们8月18号的时候，像我们8月18号前。像我们主任干事或者行政干事来报名，那成人洗礼还有坚信礼是要先完成我们的基要真理课程的，所以要记得要先上完这课程才可以去进行报名洗礼这部分。好，再来，好，再来是我们的2024的全国社青读经营，那它的主题是一不一样 ，OK， 那。这个活动时间是2024的10月18到20号。那如果对象是我们的对象应该是社青和学青，只有社青而已。好，对象只有社青。那如果大家在读经上面可能刚好有些疑惑，然后还想更理解圣经的，那都建议大家可以来一同报名。那再来是我们传说对决。好，那传说对决。这个活动呢，它主要是在讲说，可能我们平常在
日常生活中一些事工上面，可能我们用传讯息或者当面说，刚好我们传讯息和当面说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冲突，那可能沟通上面就有一些问题，那这个营会就可以很好的去带领我们来更认识我们沟通上面的冲突。那时间呢是2024的8月23号下午1点到8月24号的3点10分。那它的对象呢是包含着我们升小6开始的国中生以及我们的社青。那费用1000元。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来踊跃的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好，好，再来是我们全国各大专学生中心的一个迎新活动。那现在有升大一的吗？升大一的举一下手。在场没有升大一的 ，OK， 没关系。他没有举手，OK， 好，那有升大一的学青们，就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长青团契，那可以扫这 QR code 填写你的资料，那长青团契就会就会认识到你，然后会来寻找你，没错。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询问我们的学青的组长敏媛。OK， 再来是什么？哦，再来是我们嘉南道馆挑战赛。那它的报名日期只到明天为止，对，直到明天为止。那报名的名额有限，真的有限，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报名的，想要踊跃参加的，就尽快参加。那我们呢，只需要填写我们的纸本报名表，然后并且缴交我们的100元的代收代办费，就是报名完成。那要记得要做完这2件事情，它才是报名完成哦。好，那它的日期呢是8月11号，然后在这个33号2楼。如果大家这个暑假刚好这个时间点有空，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就大家踊跃的来报名，一同来参加。哦，对，7到22岁很重要，7到22岁，如果超过22岁了就不能报名。他可以来参加投工，没错，一同来投工，来筹备这个我们的嘉南道馆挑战赛。好，那再来呢是我们的小组时间。那我们的社青直状在我们的新塘的吧台旁边。那我们家青呢会在这个地方，学青们会在这个地方。好，那现在大家可以去进行小组